讲诶，送 Podcast。台湾人讲的聊斋，有争议的妖狐鬼怪，所以讲互你了解。本节目由送 Podcast 独立制作，第12卷第37回，真快。青州芳中堂的厝内抬了一只猪，挽起了猪毛，见伫肉顶面写着一行字：真快七细身。甲这猪肉煮来食，哎哟，味臭滚滚，吞袂落腹，敢若会当等互狗仔食。唉，真快臭肉，恐惊连狗嘛毋愿意食。听艺都的人讲，芳中堂的祖先当宋朝的时阵是去互真快害死的，所以后代是上敬重甲开的。伫青州城北大街边仔起了一座月光殿，又搁塑了真快万气势2人，规栋甲开上前。来往行人去瞻拜月光殿的时阵，拢摕这石头牵这真万2人，店内香火不绝。后来朝廷大军征讨牛七，这放假的主题毁了这个月光像，甲这真快万气势2人的塑像搬到几里外的子孙娘娘庙当中，互因对这个娘娘下跪。恐惊100年之后，又搁会有杜十姨甲吴秉秋一类误会出现，真正是太可笑啊！